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树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树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今今晚才来哦？哦，阮某嘞，那细粒四个嘛，怎么都会去？红花啊，红花啊！我你啊，来，多谢你这班啦。啊，你这创啥来这班？你拜拜这班？你是咧拍啥咧？娘妈做咧，我认做嘛。做口业。娘妈做，是的，弄玛丽。是啊，马上过阵对你要入港啊，紧传了拜拜，来。哦，多谢，哦，互你传香咧，多谢。我船长咧，啊你夜甲这张仔囝，那下我身份甲地位。布丁啊，我香咧。哟，快点家！哎呀！哦，大树啊！就像这张，我来验才办。你妈怎么会知道啊？哎呀，你准来啊！妈祖娘娘啊，姓女叫做翁春花啦。阮翁就是地大树，两翁仔好毋知影几啊年拢袂生安尼。祈求妈祖娘娘吼，你嘛拜托的，我逐年甲你拜呢，你给我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就好啦。我嘛要一个就好啊，哪有300个啊？我即嘛是咧求生囝，你甲人一个就好，你还袂加呢？我咧求翁啦，翁倒嘛一个就好啊。哎呦，我即个是安尼，有影啦，小姑若无紧甲嫁吼，是会变生姑。说安那会讲啦，我会讲吼，我若讲唔嫁出去吼，我唔若生姑，我会生贱的。哎呦，大面神哦，歹势。准啦。
一个啦，小过一个啦。嗨，后生甲讲要妈祖娘娘保庇啦。免烦恼，别烦恼，别烦恼。妈祖娘娘，叫你对我保庇，我好心的车，我只有一个好心的，我出去吃阿怎，阿顿两顿，我嘛无想要花别烦恼啦，别烦恼啦。真爱，你放心啦，妈祖娘娘保庇恁建成啊啦。妈祖娘啊，你同我自卑的哦，你也会更成好命的，妈祖娘啊。会啦，会啦。唉，人一个讲啊，就神啊，就人啦，啊，干那靠妈祖无保庇，咱就爱医生看。咱迄个卫生所啦，这几年来，敢若有护士无医生，安尼要哪用的啦？妈祖娘娘保庇啦。这哪里这里啦？真海，我看吼，莫点遮咧烦恼啦。求妈祖娘娘甲咱保庇吼，原因为迄都爱找医生啦。三姐讲我伫讲无唔对啦，啊，当咱遮吼也无医生啊，去马经啦，马经有医生。迄应用啊，拜托，你遮阵小发一个，较紧嘞。好，到帮忙。我这样是啦。啊，这是了。安尼毋是办法呢。啊，咱遮人口遐尼济，啊，真正无一个医生要来住在咱遮。啊，若拄着辛苦病痛，就拢送到马经去。迄若拄着大巴肚的哦，袂赴通转载哦。永远都对，村长俺在想办法啦。村长，我才阮算你呢。我知影我的票是恁缀互我的啦，啊，我哪有啥办法啦？迄医生哦，一世界拢有在趁钱，无人要咱这交通不便的所在。安尼咱遮嘛拢无医生。买啦，放心啦。若讲咱遮要请医生吼，咱妈祖娘娘有保庇，咱要请医生一定会真顺遂，请医生的代志包在我身上啦。看你啊啦！啊，你拜拜。传你的啊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啦。来，啉茶。传你嘛。哦，迄鸡唔通安尼掠，迄鸡毛吼夜夜飞无卫生。来，啉茶。家饲的啦，嘿啦。啊，这咁好。无要紧啦，不用收啦。无要紧啦，这喙食面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这两只鸡够水哦。来，不啉啦，来，鸡掠去。啊，这两只鸡够不值得肥呢。我也没事。你想要创啥啦？无啦，我着爱安尼。我念，有咩啊？无啦，哪有可能伤济啦，少啦。地点遐有代志，我来处理一下。你也坐啦，啊，较泡点。地点，大手啊，大手你啥？大手，啊你地点嘛是要离啦？大手啊，好，敢若一阵风嘞，心开啊，免啦，啊，咱摕这要创啥啦？我这点仔心意啦。哎呦，啊，咱做船长人，甲你服务都应该，你摕这落歹势啊你。拜托的心哎呦，意啦。唔通安尼啦，唔通啦。今日才坚持，啊无我收开啦，我是吼，谢谢啦，老啦，我来去。啊，哪会这戆啊？真正甲我抽转去。哦，啊，你是毋捌听人讲过吼，十头的，人讲做官也无趁钱，啊，读册是要年，啊，袂晓加甲我拄几摆，你若加拄几摆，我咧收就较顺势啦。哦，害我了一包。哦，你是毛饼鬼哦，我惊一个。无啦，我是要问你，两只鸡要安怎处理啦？凊彩啦。啊，现在是要安怎煮啦？看是要麻油鸡、白斩鸡，还是要烧酒鸡？三八鸡，你讲啥？三八鸡啦。讲安尼。天罗，你冲啥？你都放你先冲啥啦？反正代志唔讲，我家就我讲啊。啊是讲啥啦？讲啥？你问伊啊？你是甲讲啥啦？我变哪会知啦？我咧甲讲哦，因某对人知影济，你我就是讲出来。啊，规个再带一个，我讲的有啥物唔对？叫你搞拍拍声。你讲好啦，你讲啥？你讲错啦！我穿只白啊，你唔知啊？这代志你唔对啦！穿只白啊啦！哎呀，不要动！安这个，安这个，我就干啥？我就干啥？安这个，好啦，遐济啦！冲啥啦？啊，好啦，哎呦，啊，好啊啦，迄阿伦我就甲教死啊啦，莫气甲安尼啦。来，该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处理。处理你一个尻川啦，逐摆拢代志甩遮来，我处理好啊。啊？哎呀，拍谁？哎，村长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公益部队长照啊！别再我醉，我拜托你，不要喝了，不要喝啦，不要喝啦！我醉啊！爸，你是从下爸。哎呦，爸，你完走吧。好你嘛，你若无面好办吼，会愈艰苦啦。志强，你是讲啥啦？唔紧甲爸插转来啊！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陈长伯，王伯伯，多谢恁咯。无啥的啦，今天甲恁老爸过来吼。我知影啦，多谢。这个囡仔真甘心。无法度呢，一人一款命，命运天注定。村长啊，你无代志啊，我迄摆先转去啊。关姑诶，拜托啦，你甲船长喊起来我遮，免你着急啦，心两杯啊，我对小姐好啊，甲你按来一下。阿你啊，进来注意点哦。不，村长啊，你老家领啊，我在执行啊，我不等你。我老老王啊，你甲我甲一个干到遮，无意思啦。哎呦，村长啊，这个酒真的是不能喝啊！我就是为了喝酒啊，从台湾被调到离岛，又从离岛调到这里，真的不能喝啊！要是抓到的话，我会被降级的啊！有什么好讲的？你苦衫未降到伊高家去啦，你咧惊啥话啦？阮厝里肉丸歹到要死，我就无咧惊。啊，你无无够，你咧惊啥话？哎，说的也是啊。我也不想升警务组长啊。对啊，哎，事情还是执行嘛。啊。哎呀，你别搞，哇！5、4、3、2、1，扬下班。啊，下班了，走。你是看啥？无啦，我哪有咧看啥？你咧看阿兄转来未？你咧乌白讲，我管他要转来，我转来。这是真的还是假啊？哎呦，要哪有可能甲你假啦？笑死人！啊，我毋是囡仔才假伊的啦。红婿哦，人讲丈夫，一顿以内是我的夫，啊若一顿以外，啊马虎啦。唔对，阿嫂啊。阿兄是去茶点啊呢，阿兄的姑娘哦，遐尔啊济哦。啊，你甲阮阿兄结婚到当拢还袂生，万一哦，若互遐个姑娘啊甲搞去哦，甲你带一个洗倒转来看你要安怎？可能？迄当然嘛是有可能。莫怪哦，啊，才去安尼久，处理代志处理到唔知通转啊。会保定啊？敢袂去互遐个查某甲处理去啊？你看势哦。哎呀！啊好哩啊，这个死老狗，啊若真正敢甲我变高算哦，我就无放伊煞。保定啊，哈，跟我来俩狗。哎呀，我看到你啦，来啦，咁转去看哪？阿姐啊，我做咗嘛？阿姐，我来。就等你是创啥？我泡茶啦。泡茶你，我要找阮翁的啦。你转去啊？转去啊？哪有？啊无看到啊？这个单也未到厝，当时转去。你也没转去啦？你还没转去？哎呀，你还没讲？哎呀！修理啦！是啦，我是讲哦，恁某来啊啦！什么人的某啦？我是讲船长嘛啦！出来呀，搞喽！彪啊！走！你不是讲你唔惊
放惊我来金币的。哦。我是来掠人的啦，规定拢掠着啦。阮翁的啦。你下卡。啊，这是你！你来做这个所在，你骗我，大舅，你大舅！弄对啊！无你是咧告准哪样？甲我讲要来处理代志，处理到来才咧找分味的。哦，规个面去互人浸甲全胭脂，啊你敢袂快乐？哦，你给我黑出来！你是怎么给不想你放你是要哪走哪去？你无想讲你是船长哦？你怎来才甲我开查某？你无爱面子，我要爱面子哦！想要吵架，你就爱用这嘴，没用这嘴，你就莫吵架。拍下拍下。你拍我！等下等。莫啦，后摆啦唔敢啦，这款话你也敢讲？哈！哦，我错者，我你咪先通知者。你这个恶煞，本来伫遮跪祖先啊。较尊重的，我一家之主呢。你甲看嘛，这办的啦，安尼讲要甲人做一家之主啦。有影有影，那我对你我有较欠点，你一家之主，我减一点，我一家之王啦。你唔知？你干啥干我？你敢开什么？我想无。你真系晓了？晓得无？你是安那？我去地点嘛，是捧场做戏的。哎呦，你甲听看嘛，甲当我想要捧场啦，捧场做戏啦。捧场对。哎呦，人迄别人是喊啊，一半摆啊，捧场做戏哦。你不管是咧甲我搬这出来，人是无人是，无你是咧搬连续剧的呀？我哪有？哎呦，那无啊，真正有影。哎呦，真正有，你甲我放。放放嘞！我放你晓得。跟你放。哦，夭寿骨，你有影。哦，你慢慢遐歹，我是去地点嘛啉者酒尔，我也无带细姨啊。我想要带细姨啦。哦，带细姨毋是我讲的哦，迄是自古孔子讲就交代讲查甫人会使带查某细姨啊。你莫听教歹囡仔大细哦，人孔子讲当时叫人爱带细姨。哎，你家己无了解，古早人做些拢嘛带大我细姨，哎，孔子讲哦，交代甲清清楚楚，迄时间哦，大家分配甲足偌公平的，无你看日子。有啊，老师嘛有教，哦，足清楚的，恁这做大我甲细姨拢袂轻分公平啊公平。我顶个写1月大，2月小，3月大，4月小，5月大，6月小。哦，你讲脏话你哦？我讲台中，你讲脏话。好，人照你安尼讲起来，阮才会做大某，毋知足感谢孔子公，佮加分阮1个月7下大，啊8下佮大。哎呦，要哪会听？我写哟你去，你咧甲我加分。啊，真正我有想你过来去，你好大，你过来。哦，你真正。我大。是嘛？爱讲会听啦。真正，你莫走，你哪讲伊？会啦。阿嫂。
啊，真个工钱啦。多少？王爷讲，心难无张武城，人拢叫我好溜啦。今日吼，有一件代志哦，要求你答应啦。其实吼，嘛毋是啥物大代志啦。迄落歹势啦。拄啊还的薪水哦，输了啊，剩一点仔本啊。王爷讲，我就抓，这是我上尾一摆哦，求你保庇，一定爱还呀！你莫误会啦，迄钱哦，毋是我要用的啦，我要将赢的钱哦，送第5年银还议长啦。我讲，你得还呀！你真假？你人家叫行营保庇你还叫赢钱，根本是咧糟蹋钱。是咧啊，兄弟，歹势。老大，是你哦。无法度啊，薪水输到后剩一点点啊，小等好去吃点一道。你无迄个才调，就莫甲人输赢。老大，你听我讲啦，我感谢的博啊，我是想要赢一寡钱哦，互议长，哪会知影你这个钱博到赢哦？伊无可能会摕啦。你莫讲，我莫讲，伊哪会知影？你想看卖啊？咱无赢一寡钱哦，遐弟弟妹妹是要食啥？对无？讲了有理哦。不过即马袂赴啊，我已经输到要脱裤啊，要安怎？对来9点8到，天公进度。歹势，来，紧去路途，快去办啊！再穿，对吧？对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使我无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个呀，我袂叫。跑，我只害你啦！我只害你啦！人走啊啦！一定，这个钱哦，是阮对遐个小弟小妹一点仔生意啦。这我会啦。恁个真甘心嘛，定定摕钱转来咧。这应该嘛。这钱是毋是正正当当赚来？我保证，这钱哦是我的气力甲头壳拍拼赚来的哦。敢真实咧？我就说，这钱哦是清水煮白米，清清白白。你若唔相信哦，你问伊。对啦，一定，无唔对啦，这清白。那安尼就好啦。我会一直甲你问吼，就是讲要甲你提醒些，咱做人做事啊，都爱光明正大、正正当当。我知。我一世人将所有的精神拢放伫咱这间孤儿院。我照顾过真侪像恁安尼的囡仔，即马看恁大家安尼吼，一个一个一直大汉起来，会当去读册。
这是我心肝内上大的安慰啦。也毋过，院长啊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咱高丽院吼，大大细细要读册，每年拢要募300万的教育基金。去年到即摆，才无50万啊尔。哈，安尼毋是搁差250万？即摆这经济遮歹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呀，来食饭啦哈！暗顿来食饭哦。哦。缘投的，较有气魄，250万暗是偌济，对无？你大概讲话拢为鼻孔数，250万。你假是讲是食一碗老肉饭25块50万就济吼。啊，我有办法啦！这办法爱靠你哦。哎，你紧讲，只要当斗3工，做啥物代志我拢愿意。这是你讲的哦。啰嗦，紧讲。你敢袂记？迄杀着你的黄安米胶。无可能。伊对我搁咧烦恼呢。无会用的啦，这种代志我做袂出来。弟弟妹妹吼，拢无法度读册呢。好啊啦，你莫搁讲啊。就算讲你甲我讲好死，我嘛袂答应。拜托的啦，就算你甲我讲是哦，我嘛爱你答应。答应啦吼，拜托。哎呀，缘投的，你心肝有够凶呢？莫讲读册啦，到时阵吼，弟弟妹妹吼，连大所在拢无啊！你是个无良心的，我为你搁做我大，你若无答应哦，你的臭头练换骹啦你啊！好啊啦，莫搁讲啊。你答应啊！你答应啊！这支你的，我也爱哦。都毋知是恁两个啥有问题，所以两个拢爱验啦。这也使讲，免讲嘛是伊。使讲就大顿的你啦，哎，你啦，你啦。你搁讲。较细字会破呢。哦，我歹势。啊，恁两个内底请啦。哦，一个见面对会准。行啦。啥物啊？安那？有真好代志要甲你讲呢。好代志。啊，袂验就知有啊。毋是这个代志啦，公文啦，卫生所的公文，讲医生要来遮呢。有医生要来哦！哎呦，有影，当然嘛真的。哎呦，足感恩的。哎呦，妈祖娘，多谢你的保庇。哇，坐住咧拜拜。是最过，这毋是挑工的。多谢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真好诶！哎呦，你哪只无卫生啦？先不忙起来。曹宁啊，即届哦，若毋是你一直咧申请，甲写批咧申诉吼，咱这个所在，哪有可能医生会来啦？曹宁啊，啊，你热心哦，人足感动的呢。哎呦，唔甘嫌啦，你就知影我这加保请的你。是你写批去申请的安尼哦。你唔知呢？我怪伊讲你讲我遐有把握。迄当然咯，佫甲我妈呢，我好心叫你进。是啦。啊，后面这验几工啊？免几工啦，后日就会使了。哈，这么紧哦？安尼好，安尼阮后日再过来问消息啦。吼。啊，医生讲当时要来。我看卖啊，这公文呢，这晚才来啦。医生明仔载就来啊呢。明仔载就要来啊？哦。爽是你咧爽呢，忝是我咧忝，我搁爱扒风，我搁爱做厝，好，有够忝。
你也敢耍？来嘛，嗯。大个，我上敬爱大个，我替弟弟妹妹感谢你。准你讲啊！打电话。喂，哎呦，500万你拢处理袂好势哦。啥？叫我即马去处理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个饭桶明仔载莫过来啊啦。好诶。哎呦喂，啊，豆豆啊！歹势吼，我要袂倒啦。毋是啊，啊即马人伫遐等我，这条钱若无处理好势，去哪里袂过啦？吼，歹势。要紧啊，我招你啊。安尼你就会使卖走对无？来，来。我骑到一只小母马，哦，马个母的呢？啥无问题啦，我查足清楚的啦，绝对无问题的啦，你若绝对会走袂去的啦。几楼？ 6楼，几号？几号？喂，消防姐，高速南道多少间？上尾迄间啊。你的时间到底？对呀，对，给。后壁。龙哥，敢甲我偷吃啊？对。
有这只，那无这只会吓死啊！进来啦！哎呦！哎，快点救你啊！哎呀，哎，进！对，是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你玩怎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无呀。我水哥啦！你来到这顶，莫叫走去。是。叫了，继续听无你，走。伫我的地头，因吵死了咱杯，卡车伫咧遮，走袂远。迄讲的穿卡其色的外套，乌裤真好认，去甲我抄出来。是，喂，西瓜水水。我天都大个，咱前下有票拎出来啦，爱换衫啦。阿妹咯，我到这是你甲我安排的婚姻啦。我歹转去啦，我歹自己一生家庭啊，我爸安尼人来人去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有我的理想。大，咱找着。丽丽，真歹势，人拢讲咱门当户对真殊配，啊，毋过咱的人生、咱的婚姻，拢爱别人来替咱做决定。你袂感觉安尼对咱两人真无公平？丽丽，你都爱看较开的啦。好啊啦，我无想要搁讲啊。查我！阿水，是。唔正囝，我大查某俩阿爸。还阁有另外一个唔正囝，我找出来。是。我两队，唔是这个啦。去加找。赢啦，两够多。
我想，我好溜呢。好了，再来再来。啊！过来过来念我！哎，导哎，马紧咱也无事啊，咱到遐变喏。哎，时间是等等，等就等啊，想啊想。哦，这有几分钟嘞？Success doing the things. Paris is Windows. 你的书摕倒边啊？我实在你唔实在我不会跟你做朋友。谢把我的，老板你的。哈，这少哦，我怕算诶。哎，你还有机票无？啊？哎，这个陈文华要去丽岛做医生呢。哎，伊是当个歹去哦。哦，一定是台湾无人要请伊，才要去丽岛做医生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因为医生若来了，以后你就唔惊破病咧。是啊是啊。医生唔知写做医药费。嘿啊，唔知写做医药在老国国我写做袂着。哎，陈大伟啊！哎，陈来啊，陈来！哎呦，陈来嘞！哎，领导哎，你遐是咧创啥？哎，我哪会知？哎，多谢你的支持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好，你我甲你讲哦，这毋是咱的地头，你莫搞了麻烦，我甲你讲哦。太轻松的啦。行。等我等水，等水，来，都出来，来，开。单医师哦，敢是单医师啊？你看那无人啊？我这单医师的咧，暗头食四斤半面，反正他无会来面。干咩啊你？等我生气，等我生气，等等，等我生气，等我生气，等我生气。你的物件会记啊？切我都，谢谢。这我咧，你快。哎呦，单医师啊，你个人真客气，来到车就就阮家己啊咧，等你天天我甲你关到，我给你安排者。不是你误会啦。我误会，你这种我甲知影，你欠来阮这外岛服务哦，就是不求名利的人啊，这款我内行啊。哎呦，我欢喜一袂记，你自我介绍一下咧，我这地大寿船长伯啊啦。哎，这位单医师，你什么师啊？我是单医师的助手啦。我叫何你啊？这个欢迎。歹势，我有一件代志，你讲助手才上。安尼吼。你是啥啊？拄才甲你讲，莫搞我是嘛安怎？无代志了麻烦。想到来啊，咱这青云的所在，几千块，是要来值钱。好啦，你听我的啦。单医师啊。是单哥，快点那个。无必叫做代志。安尼就对啊，我无对啦。对你的头啦，大概拢听你的，到尾也拢出。陈经理啊，好啊。咱来去哦。阮咧全面大家等你等足久诶。唔是啊，你是安怎爱甲我聊哈？咱20年等着医生来咧，无甲聊你叫选去边啊？是啊，你
你先听我讲。讲就摸下骹啦，讲看你咩讲，来阮这个随在你讲，好，可要讲我这度。我就是看无去，我想要点来出来，对我才看。你哪安尼讲的？你嘛知影欠马费的钱，伊变甲遮尔凶，可是我若唔出去斗阵，你家己来生活是要安怎啊？你别想再讲，你要走，好啊，你走，别走紧走。我跟你走，你是无听到是无？你怎样啊？你可别对我讲讲，走啊，走啊！ 我叫你别把你是无听是无？你敢无听人咧讲？地水，地头分高出来。迄个人敢知影什么是音乐，什么是艺术？音乐有什么内容？艺术音乐有什么内容？无内容是啦，不是音乐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哪懂诶？我讲啥你上清楚。 你已经是俺对头妈妈，莫再看他分小碎代志。你讲啥？你后面讲啥？艺术演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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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艺术演技。你怕？是对头妈妈。你怕？ 团安尼5饮18食来分到我的起价不赔啦！你是安怎安尼打的，唔免囥喺嘴的哈？
问袂，伊会保定啦。哈，我叫你甲我叫一团较惨，你咧甲我叫一团啦。阿嫂啊，等咱船仔来吼，连医生都无免闹甲输啦。吼，我是爱规船仔来找透透，才找到这团上好的呢。这团安尼算上好的哦，啊，他这个都袂晓分你。哎呦，阿嫂，伊是咧分4寿面叫来斗人数的啦，会晓分的100块，袂晓分的50块啊。哎，啊，你要甲阮趁50块，你嘛趁偌成？啊，无你到底通分倒一条啦？结婚进行曲。结婚进行曲，我听你咧操蛋，还要出山会分结婚进行曲。啊，当系啊，当唱啊，当就是咧安怎啦？传恁姆啊，啊，遮倒拢家庭主妇，会当到安尼已经算足够的啊。啊，医生嘛伫要来啊，你莫紧张啦，凊彩啦。哎呦，凊彩，啊凊彩，啊无你嘛着爱甲我讲，你通分倒一条啦？你讲啦。玫瑰我爱你啦。哈，医生要来甲我分迄种玫瑰我爱你，啊好啦，预备起。较少，哎，分落啊！啊，安尼很漂这医生阁食因豆，然后都做完身，唔知要偌好哩。你落船之前吼，我有一句要问你啦，你唔通甲我讲袂错。好啊，你问啊，你敢真正是？假？真的啦！哎，我也知袂论啥物代志，啥物两个相听，一个话假，一个话真的，是啥物件真正假？我想问讲，你敢真正安尼传我？真的，真的啦！这样子讲，安尼就好，安尼上好。哎，到边？真正好错。对，来结束了。哎，来。哦。但是你看，我传面哦，我欢迎你来做到这里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但是，请。我这表情，内心感动哦。我嘛足感动的，这个全程啊吼，大家真欢喜，大家翕相安尼啦。来，请。对哦，唔是迄个都头上边仔个引导的啦。那一班我看到嘛，我介意。阿嫂啊，这囝婿班啦，介意互我做高长啊啦。阿嫂家己你将这个桥都紧紧。阿嫂，迄人很济哦，目睭很济，你咧甲我看，我会歹势啦。哎呦，农民的啊，爱红爱拼工啦，这班的人要抢你个，先
袂咧听话，苦落啦。哦，哦，是的啦，不要紧吧？哎呦，安尼袂要紧的啦，无要紧无要紧，啊花款无紧就大落去。布丁啊！好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起来讲话啦，讲话。孙佞咧等你哦。咱各位乡亲时代，吼，大家快乐。小弟我本人呢，在咱地方的建设员讲是真济。甲这无关系，讲重点啦。即摆我呢，先向大家介绍这位啊，安尼年轻有为啊，缘投漂的少年家，伊就是志愿啊，来阮本村呢做长期性服务。陈文华，陈医师，欢迎者。陈叔啊，这间就是阮遮卫生所了。讲是讲卫生所吼，介无卫生啦。啊，自头到尾也无半个医生啊，敢若一个护士尔啦。啊，那阮即个在地呢。哦，陈医师你好，我叫王秋萍，是遮的护士。你来遮故意啦？我先带你来看看，今日你才刚来尔，后边吼才是你爱做主呢。嘿，对啊对啊。我做主。是啊，你是医师，我是你的助手啊。助手。这助手，陈医师家己嘛穿助手来，这好溜的啦，大家。各位乡亲是来好啦，我刘武祥啦，叫我好溜，好溜就会使啦。啊，各位乡亲啊，啊，陈医师来到位啊吼，啊，大家看是要内面放茶，还是要等于无用拢无要紧吼。啊，免看病，明仔载开始才挂号吼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来来，谢谢。是啊是啊，但这下系啊，阮拼。这边是会客室啦，这是挂号跟名字拢有这边。多谢大家哦，啊，行行行。啊，你唔行，我跟人家创啥？我足爱入去。我你是咧气啥啦？我气到安尼，一家嘴敢若要斗导游馆啊咧，还是谁惹着你啦？啊，就伊啦。伊，你是咧讲啥？哎呦，啊，伊就伊啦。啊，那我就伊就伊的，你讲这我袂晓紧。你是讲陈医师哦？哦，啊，你唔着去杀着伊啊？多谢多谢啊！来来来。陈医师啊，啊，这是你的诊疗室啊。哦，哈，卫生所刚一顶床尔哦。小所在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搁欠一项。欠一项啊？是啥物？便所。哦。便所伫咧挂号边仔迄间房间啦。好好好，歹势啊，歹势。哇，无溜，便所。慢慢用来。人要去便所，你叫人慢慢来用。这下惨了吼，我真正叫人当做医生啊。啊，医生就医生啦，你免惊啦。迄医生哦，嘛是人做的啊。你甲我读的，你看我这个班，敢真正亲像医生？啊，不是要安怎啦？哎，领导，你这班哦，还佫有新医生呢，聊哦，一定聊咧，假哦，嘛甲假。好啊，你莫佫讲啦。咱安尼做落去啊，到尾一定会叫人发现啦。无闲，咱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啊，逃选转去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波丁啊，
袂啦？好啊好啊好啊。毛板就清气。有啊，偌清气啊，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就香诶，你加先来迄个啊。这间鱼才是在就香诶吼。迄头毛毛硬枝。哎呦喂，香。哎呦，点鸡呀？对，你唔知？点啥物？八丁加2字，叫做十全。啊，十全咋？十全内底有一味哦，迄甲盖哦，对查甫人。啥叫做甲盖？哪款甲盖？迄动物哪有遮歹的啦？够歹。你是用拍扁了后啊，唔食甲放天下，还食迄甲摕查甫人腰我补咧。无迄味的啦，才是爱效果。无迄味，嘛袂歹。诶，点好再加叫啊？莫讲遐好听哦，无你份哦。啊？无我爱份啊！你只鸡你两个食了？阮两个哦，阮才唔甘食咧。我这是要小表。这哦，拢嘛阿叔教我，啊那这只吼叫做破卡村啦。喂，哈？我想来考村。啊，有你个这个，啊，这个讲问陈医师，陈医师。啊是要破安怎的？吼，你上够戆面的呢！你袂晓看恁小妹也是杀迄个陈医师杀干呢。我就教伊安尼，较食要甲破，较食要甲炖久哦，伊就来咱兜住。啊，若住久，恁小妹真巧啦，就知影通安怎甲炖。迄个时阵哦，你都有一个医生通做袂使。啊，医生不一定就变做仙仙女嘛咯。对啦。不一定啦，赞哦。哎呀，嘿嘿嘿。啥代志？谁打我？先生，今麦时间拄啊好，选。等下，咱选一个。先照这讲啦，找一个所在避开。好代志物。哎，副组长，物件。等一下，迄唔是咱的物件，莫丢啦。啊，无要紧，莫管伊。你要去倒啊？哦，无啊，四过行行看看。对，啊，我要四过行行看看。对。啊，等到这暗啊，若要看吼，明仔载我有时间才陪恁四个行行看看。啊，不过我想哦，明仔载一定足无闲的啦。是安怎？啊，阮这阵的真无简单，才来一位医师，明仔载看病的人一定真多啦。哦。这个这天来。酸啊！你若较早睡困的吼。明仔载真无闲哦，我先来去。晚安。晚安，多谢哦，顺行。顺行。你选去倒啦？哦，有啥秘密啊？桥头上。啊？我知。这吵。丢了。丢。厉害啊啦！迄人明仔载要干业的，你有，拢是你啦，即摆要安怎啦？这有啥物好紧张的？丢像无？哎呀，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你家己处理。该处理就该处理吧，一步了都教啦。你搁笑，小弟你就知死。哎呦，莫遐紧张啦！啊，做先生哦，嘛毋是歹代志啊。做先生，我问你，小弟若真正有人要来看病，是你去甲看，还是我去甲看？啊，你是医生啊，当然你甲看啊。我捌一颗蚵仔汉字啊。你哦，规暝困甲那底共款，我是规暝拢无困，你知无？啊，啥物我是伫？有遐晒的底哦。哇，别搁讲啦。即摆要哪？酸啊，要哪？老早。好早。歹势，别请。歹势哦，歹势。对啊，恁平常时遮尔早就来上班哦？已经无早啦，啊，今
今日船长阿某要来看迄验尿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较早来。你袂记你昨暝代志，紧选啦！哪讲咧动动海你卖啥？阿嫂啊，你紧的啦！哎呀，你管哪继续金要来爬班啊？我叫你跟头发撞。呀！你左人有够念几都念袂煞。你要念几咯？你以前拢讲我活泼。我哪知带了变西法？呀！你讲我神佛，带落去。屁股干毛？大医师，大医师，这一次啊，安尼无看咩啊？大医师呢？陈林嘛，陈林伯啊，保定啊，啊你今日哪会遮古早啦？啊无拼较早咧，去用脚头想嘛知今日一定客满咧，阮再来看检验结果。哦，检验哦，爱等一下呢，你先坐坐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拜托呀。哦，哎，稍等，稍等。这边啊，啊陈医师人咧？哎是。哦，我直接加要好食呢。这是鸡哦，这是啥拿啦？鸡咧内面啦。哦，保定人你哎呦，你看，多贤惠咧。几只的呢？安尼寒到即骹，袂输要拜公妈咧。哎呦，芳芳芳，有够芳。啊陈医师人咧？单叔，单叔，奇怪，啊头道都要伫遮咧啊？啊，咱七早八早就走出去啦。台拄食还搁伫遮？是啊。啊，阿伊可能伫外口行行踅踅的尔，我出来找啦，哈。啊无，传你要传你你要啉茶无？哎呀，免啦。免啦。无来无言吼，你坐坐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阿嫂，我出来找。啊，去。哎呦，包经理，你想啦，小狗真忙讲，你想啦。哎。我讲无得定的啦。林小妹。哎，老妈。哎，早。陈天武啊，阿蛋。啊，你也在这？哦，来了一个新医生，我都没有看过，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他了。啊，昨你就不爱来因这边讲嘛没看过，啊，你昨来无啦？哎呀，昨有代志啦。啊，无滴的啦。啊，无滴哦。这。哦。哎，孙女啊，啊，你来遮要做啥？看检验的结果。检验啥物啊？检验阮兜的代志啦，管区的管遐济。哦。走啦，无顺咯。唔是啦。秋萍，还是要搁等偌久？等下就检验好啊啦，你稍等一下啦。我等一个，我一个等几啊夜了。紧的啦哦。啊，你检验啥物啦？验酒的。啊？啊啥啦？验看声袂生啦。哦，啊，是不是恁某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我无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唉，这拖太大开啦。你毋是共款？领导诶，咱坐喺遮拖大开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啊，阵哦，明仔载才会来啊。我想吼，咱先等去卫生所困一下，明仔载才过来，吼。你是起笑笑，转去卫生所，明仔载敢走会出来？你是要安怎嘛？刚讲要倒一只哦。好啊啦，莫搁算啊啦。伫咧遮等嘛，毋是办法，早晚会叫人发现。还是爱找一个所在秘起来较妥当。找所在秘，是要秘什么所在？啊，有办法啦！奶奶啦，是安怎哟？是是安怎？是我袂死哟？毋是啦，
是船长伯啊！是大手的哦，我就知哦，我讲伊佫甲我气，大手的啊，是你袂死啦！我袂生。春柳啊，唔好诶，小平啊，春柳啊，你念着袂？太我袂生。唔是啊，唔是啊，唔是，就是你袂生啊！啥物咧？我袂死，伊拄仔明明讲是你，你拄仔是讲伊袂死？唔是袂死啦，是船长伯着啥？着啊着啥啦？着啉病啦。啉病？你着着啉病？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